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8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第6章的1到49节。我们昨天从第5章看到罪人的悔改，路加用了不同的人的悔改的经历来告诉我们，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旧的酒不能装在旧皮袋。一个悔改的新生命不能继续活在旧生活，继续活在旧生活当中，两样就不能够相称哦。虽然人总是想喝旧的酒，想说陈的好，想要在旧生活当中，但是要有一个活出一个罪人悔改新的样式。今天我们从第6章当中，我们可以继续来看到路加福音的4、5、6、7、8章呢都是讲到耶稣在第2年的传道。那我们昨天有提到第2年传道呢，可以几件事情综合来看，就是有医治，还有招门徒。然后还有就是呼召利未马太，那还有在安息日的争论，还有设立的12使徒，还有登山上的宝训，那以及在后面耶稣怎么样做天国的比喻，平均风和海，然后赶逐这个污鬼，还有换血肉的女童复活等等啊。那这是在第2年当中的事工。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先读第6章的1到11节。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对卖园经过，伊的门徒翕未遂，用手拿来食。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甲因讲：恁是安怎做安息日袂用得做的代志？耶稣应讲：恁竟毋捌读着大鼻甲缀伊的人会巴肚枵的时所做的代志。伊入去上帝殿摕献祭的饼来食，嘛互缀伊的人食。这款饼只有祭司才通食。耶稣甲因讲：人主是安息日的主。另外一个安息日，耶稣有入去会堂教时，伫遐有一个正手瘸去的人。有一寡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伫长等看耶稣伫安息日会甲伊医治，也袂通找空芳来告伊。耶稣知因伫想啥物，就甲迄个手瘸去的人讲：起来，来徛伫中央。伊就起来，徛伫遐。耶稣对因讲：我问恁，伫安息日做好事，还是做歹事？救性命，还是害性命？倒一项合律法？耶稣就一个一个甲伊看，然后对迄个人讲：手伸出来。伊照安尼做，手就复原。遐个人非常受气，参详要安怎对付耶稣。在第6章的一开始，路加记载了2个事迹，这2个事迹都是在安息日当中所发生的。那第一个事迹就是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而他的这个用原文当中的语词可以看，这个摘了麦穗，还有用手搓着吃呢，就是一直未完成时态，就是一路在掐，一路在吃。那以至于呢，这一些法利赛人，还有这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来质问，怎么可以违反摩西的律法，在安息日做工呢？因为这个掐的动作就好像是在做工，有收割、打谷、筛谷、预备食物，那等等这些的事情。那耶稣引用的是撒母耳记上21章，当大卫从扫罗手中逃出来的时候呢，到了祭司的地方吃了陈设饼的事啊。那这件事情也是违反律法，但是法利赛人却不会去批判保罗。好，那所以耶稣引用这个例子呢，来要呈现的是第6章第5节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出现了81次啊。那我们从这个字面上来看，人子就是像我们一样是人所生的儿子。好，所以在第4章的路加福音的族谱当中，谁是谁的儿子？好，那也有这个人子的概念。好，那耶稣是人子，那耶稣他一路就是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的儿子，到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
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人子啊，好，也是人所生的人子。好，那但是这个人子呢，好，就是在描绘出他的形象，像我们人一样。好，所以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安息日呢，不是说不能吃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不合法的事情，而把人呢给限制住，把人给定罪啊。好，所以接下来的第二个例子呢更明显，又一个安息日，那就是一个手枯干的人。那这些法利赛人呢，好就在窥探耶稣啊。好，所以前面他们就是看耶稣做什么，安息日也在窥探。那这些法利赛人，可见他们也没有在安息日安息。现在安息日的法利赛人躲在那边，好角落窥探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好这个手枯干的人。耶稣就叫那个人起来站在当中，然后呢，就就准备要医治他。好，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啊，第8节有提到，耶稣知道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见。好，那这个想法、意见呢，好指的比较是人心中的险恶，好的恶念。所以耶稣明明知道他们要害他，找把柄来陷害他，但是第9节耶稣也反问他，在安息日行善跟行恶，救命跟害命，哪一个是合法的？好，但是呢，还没有等到这些法利赛人回答。好，其实行善行恶，好，不用说是安息日，每一天好都是应该要行神眼中的善，救命跟害命，好也不用看日子挑季节，应该要去选择去救命。但是呢，法利赛人却陷入在好这个安息日什么不可以做，不可以做，好以至于呢，就算有人好要行恶，好那他也不管的，好这个警察不能上班，不能去抓坏人，有人要害命，好但是呢，因为安息日关系，所以不能去救那个掉在坑里面的驴子哦。但是耶稣就环视众人。好，现在最后一本说，耶稣就一个一个的看着他们，然后对这个手枯干萎缩的人说：好，伸出手来。好，然后他的手就复原。这件事情呢，好让这一群的法利赛人呢，好真的是好又怒气填胸啊！这个怒气填胸这个字呢，上一次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啊，就是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讲到这个先知不在自己的家乡没有行神迹。好，那没有那些的先知家乡的麻风病人，没有人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洁净。所以那时候耶稣家乡人都怒气填胸啊。现在呢，耶稣又惹怒了他的这些家乡里面的不是他的。惹怒了这群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就怒气填胸，彼此商议怎样对付耶稣。这就是耶稣刚刚所说的安息日到底是要救命还是要害命？现在他们就对号入座，这一天还是安息日，可是这群法利赛人呢，准备就要来害耶稣啊。所以到底谁的问题比较大，谁才是罪人？其实路加已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继续再来看12到16节。有一日，耶稣出去山里祈祷，通暝对上帝祈求。天光的时，伊叫门徒来，对因中间拣选12个，称因做使徒，就是西门。耶稣佫加伊号名叫做彼得，甲伊的小弟安德烈、雅各、甲约翰、腓力、甲巴多罗买、马太、甲多马、阿列菲的囝雅各，甲亲做即进党的西门。雅各的囝犹大，甲后来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在这里讲到耶稣设立12使徒，也把12使徒的名字都列出来。那在马太福音的第10章、马可福音的第3章都有耶稣拣选12使徒，就是在他传道的第2年了。只是在路加福音有特别记载的是，耶稣是整夜的祷告。所以耶稣在挑选12使徒，不是只有这12个人可以选，可能还有更多的人，但是耶稣花了整晚的时间在祷告，像是塞克西尼、马尼园一样，可见耶稣选召这些使徒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要追求上帝的心意。好，那这里选完天亮，他就叫门徒到帐中挑选这12个人啊。好，那这12个人呢，他们使徒的意思就是使者或是代表，泛指被差派出外传信息的人啊。所以
这个12使徒呢，好，就是代表这12位就是代表着耶稣。好，那里面呢，他们把这名字都有列出来。好，那像呃嗯、我们看到这个奋锐党的西门呢，奋锐党就是激进党的意思，是一个爱国的狂热分子哦。好，那主张绝对效忠，还有加略人的犹大，好，就是后来背叛者。好，那背叛者犹大，犹大在当时好，可能应该是并没有这样的迹象。好，到后来好才会说这个打破拿达香膏可以卖30两的银子帮助穷人。好，他把这个钱比看着他的主还重要。好，但无论如何，好，还有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利未在这里已经被取名字叫马太哦。所以是用马太的身份，好出现在12使徒当中。好，这些人都是平凡人。好，但是呢，耶稣却拣选了他们，好来代表耶稣到各地去传道、去传福音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来看，那第17节到26节，17节一直到这章的最后呢，讲到的就是耶稣的宝训。那这一段的宝训呢，好跟马太福音第5章的登山宝训呢，结构内容好非常多的相似。好，只是呢一开始一个马太福音说是登山上了山，可是在路加福音一开始是说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所以有人认为这就是一个登山宝训，一个是平原宝训，是2件事，但有人认为是一件事啊。好，那我们先来读经文17到26节。耶稣甲使徒落山来徛伫平地，伫遐有一大阵伊的门徒，阁有一大阵民众。这人是对犹太全地甲耶路撒冷以及泰尼西顿沿海来的，因要听耶稣讲道理，嘛要互伊医病，也会互邪神搅扰的人嘛来，拢得到医治。规大阵的人拢想要甲伊摸，因为有官人对伊发出，互因拢得到医好。耶稣注目看伊的门徒讲：恁遮的善车人真有福气，因为恁是上帝国的子民。恁现在在枵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恁把祝。恁现在在啼哭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恁笑。人怨恨恁，为着恁主的缘故，甲恁气杀，甲恁侮辱，甲恁看做歹人，恁真有福气。迄日恁着欢喜着跳，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真大。早前遮的人的祖先嘛安尼对待先知，毋过恁遮的好野人惨啊，因为恁已经享受安乐。恁现在会把祝的人惨嘛，因为恁会夭餓。恁现在在笑的人惨嘛，因为恁会哀伤啼哭。众人拢在学了恁的事，恁惨嘛，因为恁的祖先嘛捌安尼对待假先知。在耶稣的这个宝训呢，好提到耶稣是上山祷告，祷告挑选门徒之后呢，就和门徒下山，站在一块平地。平地的意思是平坦的，好，所以不一定是指海拔低的地方。但是呢，这跟马太福音的第4章前面在讲的情境也很相像，就是一大群的人聚集都要听耶稣讲道，而且从远方来的，而且他们不只是希望听，也希望能够医病，能够为他们赶鬼。19节强调说，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或是在传道的时候呢，因为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发出来，就能够来治好他们。那耶稣看了这一群人，在马太福音说，耶稣就怜悯他们。那这里有用同样的形容，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在马太福音的8福的第1福，因为天国是你们的。那第2个是饥饿的人有福了。这在马太福音8福当中的第4福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饱足。哭泣的人有福了。路加福音的第3福是哀哭人有福了，你们将要喜笑。这在马太福音的8福当中是第二福哦，就是这个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呢，22节讲到，因为耶稣的缘故，人子就是耶稣啊，耶稣就是人子。被恨恶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以前的先知也是曾经被人家这样憎恨拒绝，而
这个在马太福音8福当中是第8福，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8福呢，看到的4福就是1428，好，那其他的没有看见。但是呢，路加福音把这4福呢继续延伸到23节、24、25节，8福呢，这4福变成4祸，就是反过来。第一个是贫穷有福的，但是24节说富足的人有祸，因为已经受过安慰，这就是一个倒过来。因为他们的富足就是他们的安慰。现在饱足人有祸了，因为将来要饥饿；现在欢笑的人有祸了，因为将来要哀痛哭泣。还有26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也是这样对待假先知啊。好，所以这是一个对照和对比哦。就是耶稣好和他的门徒，还有对这一群的众人，好要让他们能够去分辨，好去看时机，好不要只有为现在而活，或是只有活在当下，而是要看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旨意，好上帝的眼光，好不以现在的苦当作永远的苦，也不以现在的乐当作永远的乐，好而是要一切以上帝为依归啊。好，那这是在路加福音当中所提出来的，我们看到是4福跟4祸。好，那我们继续再看这个耶稣在这个平原的教导呢，跟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还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好，比如说接下来的27到36节啊，恁遮的得听的人，我甲恁讲，就听恁的对答，好款待万分恁的人。就祝福谄媚恁的人，就为着侮辱恁的人祈祷。有人扇你的喙皮，另外一边嘛互伊扇；有人拔你的外衫，内衫嘛甩互伊；有人甲你求什么，就互伊；有人抢你的物件，毋通甲伊讨。恁爱人安怎对待恁，嘛着安尼对待因。恁若只有听遐个听恁的人有甚物功劳？因为连歹人嘛听遐个听因的人。恁若只有好款待遐个好款待恁的人有甚物功劳？连歹人嘛安尼做。恁若钱借互遐个恁望会行的人有甚物功劳？连歹人嘛借互遐个话拢总行的歹人。总是恁着听恁的对答，好款待因。借人嘛毋通望要收回，安尼恁就会得到真大的报赏，阁会诚侪至关上帝的囝儿，因为伊对忘恩背义甲邪恶的人真慈悲。恁的天父是仁慈，恁嘛着仁慈。好，那这个论到福与祸跟爱仇敌啊，好，那爱仇敌，好，在这边我们看到，好，耶稣他的标准跟马太福音所说的是一样的，是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哦。好，那在路加福音讲到就是要爱仇敌，要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凌辱你们的人祷告。所以说耶稣说旧约，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时候，有提过，就是马太福音的登山旧约的律法只能够让人活到60分，好，那这是一个标准及格的边缘。但是呢，到了新约，神要我们完全迈入完全，要活出100分，所以耶稣给我们更高的标准。好，那这就是登山宝训的精神。好，那这个标准呢，就从爱来展现。那这个爱呢，爱仇敌，好，那这个字呢，阿嘎泡这个字呢，就是阿嘎佩的延伸啊，好，它是一种只对人的一种敬爱，或是对超自然位格对神的一种敬爱。所以它是一种超越人的一种爱，好像是父神对耶稣的爱，好，也是一种证明爱的实行来证明某人的爱。好，所以这个字呢，
好，可以对人事物，但是它是一种超越常人的爱，好，可以说是一个爱的最高境界。所以耶稣要人完全，好，这完全就是有人打你的脸，另外一边的也让他打；有人拿你的外衣连内也拿，给他拿去，好，求你的就给他，好，有人拿走你的东西不讨回来，为什么不这样做？不是我们是被虐待狂，不是，而是出于爱。这个爱呢，明明知道他是仇敌，明明仇敌就是来攻击你、来伤害你，但是你不以恨报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而是以爱报怨呢、能够用神的爱用完全。所以31节，好你们想要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待人。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12节，那这就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这也是整个旧约从生命记要展现出来的精神，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人。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就是神的爱是在对神的关系、对人的关系来彰显，特别对人的关系来彰显，就是在仇敌的身上。那后面才说，如果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有什么报答呢？好，你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爱。罪人也是会这样做。若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感谢呢？罪人也是如此。若只借给会还给你们的人，好，也希望他可以还你，这也没有什么好感谢的。好，要爱仇敌，要善待他们，要借给仇敌，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很多了。赏赐就很多，所以在这里耶稣让我们知道爱完全然后并且去遵行的，就能够得到赏赐，而且呢，在35节说还能够做至高神的儿子哦。好你们将得到丰富的奖赏，而且将成为至高上帝的儿女，因为这就是有天赋的形象，活出神的样式啊。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37到45节。通批判人，才袂受上帝审判；通甲人定罪，才袂受上帝定罪；着赦免人，才会受上帝赦免；着互人，上帝就会互恁。伊会入个摇，互伊甜牛到满满，倒落去恁的衫片。你用什么牛互人，上帝嘛会照安尼牛倒转互恁。耶稣搁用譬如甲伊对因讲：盲人讲话牵盲人，减话两个拢跋落躯啊。学生袂超过学生。不过学生若有学有起，伊就会亲像老师。你乃敢担在看兄弟目睭内的柴油，也无注意到家己目睭内有柴箍。你无看见家己目睭内有柴箍，哪会当甲你的兄弟讲：兄弟啊，你目睭内的柴油我来甲你摕出来。假好的人，家己目睭内的柴箍就先摕出来，才会当看清楚，通甲兄弟目睭内的柴油摕出来。43，好树袂结歹果子，歹树嘛袂结好果子。逐丛树对所结的果子来知伊会好歹，袂当对刺皮颁布花果。嘛袂当对草刺受扑倒。好人对心内所接触的好发出好，歹人对所接触的歹发出歹。因为人心内充满什么，嘴就讲什么。那这个也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当中，耶稣也有提到的几项事情。除了要爱仇敌，要完全，好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之外，耶稣也讲到在讲到就是要施舍，要祷告，教导主祷文，教导要禁食，教导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6章前面后面讲到不要忧虑，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到马太福音的第7章就是不要论断人了。所以路加的第6章的37节，不要评断别人就不被审判，不要定了罪就不被定罪。这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1到5节。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并且用十足的升斗
连摇带按，好，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啊。好，那这一句的形容只有在路加福音第6章才可以看到，这种给人的像上帝一样的慷慨丰富给予者呢，他得到上帝的祝福呢，上帝也给他的祝福是慷慨的，好，是丰丰富富的倾倒下来，好，所以是摇在按，就是把它给的非常的扎实，好，上尖下流。就是上面已经一直堆高，一直堆高，好，能够像那个装冰淇淋一样，可以装到很高、很高、很尖哦。但是呢，表示倒在你们怀里，就是你的容器越大，上帝给你的祝福是没有限量的。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上帝就用什么量器来量我们。好，所以这在马太福音第7章的第2节也是这样子说的。好，所以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要不要去论断，而是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好，并且呢要去饶恕，不论断的相反积极面就是要去饶恕人，就得饶恕。而饶恕人呢，接下来就是要进一步的要给人，要给人。所以当我们愿意不论断，而且呢愿意饶恕，并且愿意给呢，我们就会得到祝福，是丰丰富富，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后面39节，耶稣也比喻，瞎子岂能领瞎子？瞎子若领瞎子，两个都掉在坑中。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跟谁学的。如果我们所跟法利赛人学，跟经学士学，我们最后呢就只是瞎子，掉到坑里面，没有办法得救。但是我们是按照天父来学，按照耶稣登山宝训来学，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完全，才能进入到神，成为神儿女、神儿子或是人子的阶段。41节，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的梁木，所以这些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盲点。这些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必须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法利赛人或是这些自以为义或是学义的人，不要去批评论断。批评论断就是一根手指头指责别人，4根手指头是对着自己。好，吃了批评论断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自己眼睛明亮了，以为像神一样，就可以替神来施行审判。不是，我们应该要谦卑，要知道前面第5章讲的，我们都应该是罪人啊，我们应该自己都需要悔改。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一段哦。43章，好像刚才有念过46节啊，是安怎恁亲好？是安怎恁亲好我主啊主啊，却无实行我的教示？来我这听我的话，搁实行的人，我甲恁讲，伊亲像什么？伊亲像人起厝，土骨真深，地基下伫石盘顶，大水来，水冲着厝，厝嘛袂摇动，因为厝起真坚固。毋过听我这的话，无实行的人，亲像人起厝，无下地基，水一个冲厝，随时倒落去，甚至倒甲真厉害。刚才前面一段好树结好果子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批评论断呢，就是从他口里面所听的，就可以知道他心里面所想的。人心，箴言说人心怎样的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路加福音说，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口里就说出来哦。所以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呢，马太福音有说就要砍下丢在火里。所以耶稣说，看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就可以看到他们心里面的状态。而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最后，就是讲到这个2种根基。路加福音的最后平原宝训最后也是用2种根基，一个就是听了话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当他遇到水来这个土来水风来雨来水冲水淹房子总不倒塌。但是呢，听了上帝的话却不实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冲，一碰一下这个房子就倒塌了，所以在今天这段的经文当中，
虽然稍微长了一点，但是继续延续第5章罪人的悔改，而这些的自以为义的人却在安息日一直想要害耶稣，但是耶稣所挑选出来的12使徒呢，是一个不一样的教训，他们跟着耶稣来学习，怎么样子来用从永生来看今生，来学习不从现在呢，不因现在的富足，因为现在的饱足，现在的欢笑，然后就享受只有在享受在当下，而是要在神的国，并且要活出完全的爱，要能够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就要怎么样待人，所以不去批评论断，要去饶恕，要给人，并且听了上帝的话、耶稣的话，要去实行，才能够经过操练，才能够房子的根基，才能够稳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路加所记载的平原宝训，对照马太利未马太所记载的登山宝训，让我们再一次有更立体的看见知道上帝你所要的福与祸，以及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活出完全，而不是只有活出旧约的60分，是要活出新约的100分。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听了神的话，并且能够去行。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各位平安。